其實嗰個轉變好複雜㗎嘛，我又唔覺得佢係一個反派嘅，佢係一個機會主義者。咁佢睇到呢一段時間就嚟回歸，就有個機會啦。當其時咧，老闆佢係同我講係劇集嚟嘅 mini series 嚟。咁我哋係確實係寫咗2季嘅故事大綱出嚟。接近開發嘅時候咧，老闆有嘢刺激我啦，我想變翻電影，我要重新再組織過，因為電影嘅 grammar 同電視劇嘅 grammar 係2樣嘢嚟。韓1、韓2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發掘警隊管理層嗰邊，大家着晒西裝嘅，因為以前嗰啲港產片咧，個警局一定有個警徽，嗰隻灰一定有個 logo 喺度咧。我哋話我哋嘅警局係唔會見到個警徽，即係好唔同我以前演嘅警察。而家個揀戲咧都想挑戰自己嘅，加埋阿導演嘅，我覺得佢好細心對啲歷史嘅 detail。喺第1集嘅其中一個對白，副處長李文斌嘅時候，佢講過一句：1995年一個非常完美臥底計劃，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黑社會個字頭。我哋就用呢一個設定咗嘅時空，我哋重啟翻寒戰宇宙。94都係一個完整嘅故仔嚟嘅，但係我哋仲有一個上下集嘅結構嚟嘅，每個角色嘅弧線個 arc 咧係會有個 landing。第1日開工就係同豪哥有場戲喺教堂入邊嘅。咁我都準備咗差唔多2個幾月，因為豪哥好投入 ，feeling 都係有錢出出嚟。其實呢個驚係好嘅，即係俾咗個 motivation，我勤力啲去理解呢個人。我唔中意睇其他嘅戲你擺落一個角色度啦，即係我可能會用真係人生入邊嘅一啲 life example 去做呢啲嘢嘅。我係要即係有個好強嘅野心啦，自己本身嘅野心冇咁大嘅，即係冇蔡元琪咁犀利嘅。咁所以就要喺我內心世界刮到呢個 feeling 出嚟。嗰段時間係幾複雜嘅。警隊之外咧，所謂嘅 old money 4大家族仲未成為今日咁獨當一面嘅之前，其實係仲有好多望族已經好成功，已經扎根咗香港國法，係可以呼風喚雨，可以感覺到嗰個90年代，但係又唔完全係一個事實嚟，係一個 fiction 嚟嘅，咁樣先有趣咯。今次我哋嘅94、95個古仔係其實係講一個抉擇，每個人每個角色喺唔同嘅時代，或者你面對住你喺面前不可預知的未來，呢個決定好影響你之後嘅走向。發哥有個對白㗎嘛，就係1994、2017，當年當人正正係今時。我諗啊，我哋香港人尤其是近呢幾年更加有一個感受啦，就係你唔知道將來會係點。但係你依刻要做決定，你為你嘅仔女，你為你自己。94、95其實都係講緊呢一個命題。港產片係一個好神奇嘅存在嚟嘅。美國係 Hollywood，佢代表咗一個電影嘅標杆。但係會唔會美國又會出叫紐約片㗎，或者係 Manhattan 片？佢又唔會㗎。香港咁細，居然有一個 cat 叫港產片，呢個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個歷史。而家娛樂就有好多種，但係你真係 replace 唔到一個同一班觀眾一齊享受一個藝術作品嘅 feeling 嘅，即係好似我女咧，每2個禮拜會睇一場戲。咁啱我哋住美國，有間戲院咧係行10分鐘就到啦。任何一啲其他嘅娛樂嘅嘢咧，就做唔翻呢個同一班觀眾一齊睇一場戲嘅感受。